最近咧，我有啲新嘅教材推出咯。咁係咩嚟呢？就係按住你唔同出版社同埋唔同學期，就出一啲類似你學校考試嗰陣時候嘅形式嘅模擬試題。例如嗱，譬如話音樂科主要係兩大出版社啦，係朗文音樂同埋新小學音樂啦。大多數嘅同學都係用呢兩本嘅啦。咁我就5年班上學期、5年班下學期、6年班上學期同埋6年班下學期咧，都係針對住呢兩本書嘅內容嚟到做一啲模擬試題。咁即係話我總共做咗8份嘅咯。嗱，咁呢啲模擬試題就係會比較貼近學校考試嘅形式咧，即係按住翻譬如話5上冊或者6下冊，佢書裏邊嘅內容，再加上一啲所謂嘅已有知識。即係話一啲基礎嘅樂理知識，老師以前曾經教過，佢呢個學期又未必會提翻，但係又當你繼續會記得嘅嗰一啲，咁兩部分我都有嘅。咁呢啲考試嘅題目，係嗱筆試嘅形式嚟啦。咁聆聽嗰方面又點樣呢？聆聽呢，我會喺試卷裏邊會有啲二維碼，咁你可以掃個二維碼就可以聽嗰個音樂，咁都做到一啲聆聽嘅練習㗎啦。因為我都收到好多家長嘅查詢咧，就係可唔可以啲模擬試題個別某一個學期咁樣買啊？我淨係買5年班下學期嘅得唔得啊？咁以前我嘅筆記再加上個模擬試題咧，就唔係咁樣分嘅。咁個筆記同埋模擬試題，我一陣第二部分我會介紹嗰一個教材啊。但係我依家介紹咧，就係按住某一啲家長嘅要求，佢可能淨係需要某一個學期，佢淨係朗文音樂5下嘅，針對嗰個課本嘅內容，再加已有知識就出一啲題目咁樣。咁呢個係即係話可以按住學期嚟到獨立購買嘅一啲試卷啦。咁記住呢啲試卷咧，其實就我同出版社就冇任何嘅聯繫，亦都唔係話幫嗰個出版社去做嗰啲題目嘅，只不過我自己獨立係參考翻嗰兩本書嘅內容，自己創作嘅一啲題目嚟嘅啫。好啦，第二樣產品嘞喎。講到產品好似好商業化咁係咪？但係我都好想清楚啲將我創作嘅一啲教材，即係仔細啲分類，即係解釋俾大家聽，睇下大家按住唔同嘅需要咧，就係使用唔同嘅教材。嗱，第二樣嘢，我嘅筆記再加模擬試題，呢一個咧就係要解釋得清楚一啲咧，因為你記住呢個所謂筆記加模擬試題咧，可以話係一個大集合嚟嘅。係集合晒咁多種唔同嘅我創作嘅教材嘅形式。第一部分當然係筆記啦，筆記即係好似一啲精讀咁樣。咁其實我覺得都唔單止淨係一啲精讀，都唔係話淨係好似啲雞精書咁樣，而係你真係你完全冇基礎之下，你就咁睇嘅話咧，其實都係可以好重點地學得識嘅。咁第一部分就係筆記啦。咁呢個筆記就係包羅晒5年班上學期、下學期、6年班上學期、下學期課本嘅內容，再加上一啲即係所謂已有知識啦，即係啲基礎樂理嘅嘢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目錄啦，睇下呢個裏邊個內容係有啲乜嘢。就我已經係盡量包括晒絕大多數嘅內容。跟住第二部分咧就係模擬試題啦。嗱，呢啲所謂模擬試題，我都有分開兩部分嘅兩種形式嘅模擬試題嘅。第一種咧就係按住唔同嘅課題嚟到分類嘅，例如拍子啦、音名、唱名、調號、樂器知識等等等等，同學就可以按住個別嘅課題咧去做嗰啲練習。即係譬如話，我係想練拍子嘅，咁你可以淨係做嗰個拍子嗰個課題嘅模擬試題啦。嗱，呢啲按住唔同課題嚟到分類嘅模擬試題咧，你係可以喺個 PDF 嗰度印出嚟做又得，或者你喺網上邊亦都有網上嘅版本，喺網上邊做亦都得。兩個嘅題目嘅內容咧係相同嘅，係一模一樣嘅。不過咧，大家留意就係，如果遇上一啲聆聽嘅題目咧，就一定要喺網上面做啦。如果你印出嚟嗰個 PDF 嗰個版本咧，就做唔到聆聽嘅題目嘅，因為我當初做嗰陣時候咧，就冇做到咁仔細，話啲聆聽都有啲 QR code 俾你掃嚟到聽。嗱，就有別於我頭先我第一部分講按住學期5上5下、6上6下嚟到做嗰啲模擬試題咧，
嗰啲裏邊嘅聆聽嘅試題咧，我就有個 QR code 俾佢哋掃嚟到聽嘅。但係呢個按住課題嚟到分嘅模擬試題咧，我當初做嗰陣時候咧就係冇做到咁詳細嘅，所以聆聽嘅題目咧，你就要喺網上面個版本先至做到啦。嗱，再澄清一下喎，呢一個按住課題嚟到分嘅模擬試題咧，你可以網上做，亦都可以印個 PDF 出嚟做。不過聆聽嘅題目就只係網上嗰個先至有嘅啫。咁你網上點樣登入咧？就係我喺個筆記裏邊有一頁咧，就會提到你登入去邊一個嘅網址，輸入乜嘢密碼就可以做到嗰個課題嘅模擬試題嘅啦。即係譬如話假如舉個例，拍子嘅題目個密碼係1234嘅，咁你就去到個網頁嗰度，其實你唔需要註冊嘅啦，唔需要註冊，唔需要點樣登入添嘅。咁啊，輸入嗰個試卷嘅編號，譬如話1234，咁就可以做到嗰個課題嘅試題嘅。頭先我提個模擬試題咧，就係按住課題嚟到分。另外，亦都有加埋有整合埋我第一部分講嘅，就係按住唔同學期嚟到做嘅模擬試題啦。即係朗文同埋新小學音樂5上5下6上6下，總共嗰8份卷都會整合埋喺呢份嘅筆記加模擬試題裏邊嘅。所以呢個筆記加模擬試題咧，可以係一個大全餐嚟嘅，基本上乜嘢都有噶啦，乜嘢都有齊晒嘅。筆記再加按課題分嘅試題，同埋按學期分嘅試題都有。而按課題分嘅模擬試題，你可以網上做，亦都可以印 PDF 出嚟做。嗱，咁當然啦，按住學期同埋出版社嘅模擬試題咧，即係個8份卷咧，即係5上5下6上6下嗰個咧，就呢個一定係 PDF 咁樣做啦，印出嚟做嘅，就唔提供網上嘅版本嘅。因為其實嗰個聆聽嗰方面咧，都已經可以用嗰個二維碼嚟到解決嘅啦。咁所以即係最複雜嘅部分已經講完噶啦，即係呢個第一樣同第二樣嘅產品。不過我喺度都想補充一下咧，就係究竟我筆記裏邊究竟按課題嚟到分嘅模擬試題，同埋按學期按出版社嘅模擬試題，佢哋嘅各種嘅特色係有啲咩特色咧？可以幫到你邊一方面咧？按住課題嚟到出嘅模擬試題咧，我係會寫得好全面嘅，即係差唔多每一種嘅情況都會問到嗱，譬如話音程咁樣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度我都會問到。調號我係所有嘅調號，有一個 sharp 號至到3個 sharp 號，一個 flat 號至到3個 flat 號，我全部係會問到。拍子咁樣咧，全音符、2分音符、4分音符、8分音符、16分音符，我會全部都會問到。但係按住學期嚟到分嘅模擬試題咧，由於係想做到好似同學校考試嘅形式差唔多，咁所以我考到你嘅內容咧，可能就係抽取嗰個學期部分嘅一啲嘢出嚟考。嗱，正如你諗翻你學校嘅考試，你嗰份考試卷，佢都唔會話考試個內容裏邊每一方面佢都會問到噶嘛，係咪？即係正如我哋考試所謂貼題目啊，佢究竟會出邊一度，唔出邊一度咧？咁喺一份真實學校嘅考試卷裏邊，佢係唔會冇可能咁全面，所有考試內容嘅嘢佢都會問晒你。咁所以留意喎，我呢個按住學期分類嚟到模仿學校考試嘅嗰份模擬試卷咧，係會按住翻個課本嘅內容嚟到抽取某一啲嘢出嚟問。咁所以大家要清楚知道兩種唔同模擬試題嗰個利弊、個長處短處係啲乜嘢。究竟你選擇邊一方面去購買？嗱，譬如話，如果你覺得我個基礎都已經係非常之好噶啦，我純粹想買份卷嚟到挑戰下嘅，我唔需要你全方位咁同我補晒所有嘅嘢嘅，咁你咪可以獨立買某一個學期嘅試卷嚟到試下做下咯。但係如果你覺得你想全面少少，我每一方面都想試下做下啲題目做得全面啲，樣樣嘢你都問到我嘅。咁你可能就會做按題目嚟到分類嘅嗰種模擬試題噶咯。嗱，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一樣嘢，所以你會買到一份試卷分嚟，點解有啲嘢明明要考，但係你都冇問到嘅？咁其實就正如你學校考試咁樣啫嘛。你收到嗰份考試卷，咦，某一方面係要考嘅喎，我係貼咗嗰個題目嘅喎，但係點解你都冇問啊？你唔可以咁樣怨個老師噶嘛，係咪先？
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呢樣嘢咧，即係大家按自己嘅需要嚟到購買唔同嘅教材咯。因為有一啲家長可能真係想經濟少少，亦都唔需要話哇我咁大量嘅筆記，咁大量嘅內容，到個小朋友都未必吸收得到㗎。佢純粹係想挑戰下自己，買份試卷試下做嘅啫，咁亦都可以。第三樣嘅教材可以幫到大家呢，就係啲教學嘅影片。如果你好想輕輕鬆鬆又唔想睇文字睇筆記嘅話呢，你就可以買呢個教學嘅影片啦。呢個教學影片亦都係按住課題嚟到分嘅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影片係有邊啲嘅內容。好，跟住最後一樣啦，就係最實際最直接嘅就係上課咯。上課我係會採取網課嘅形式。咁網課呢，每一堂係1個小時，咁係會錄影嘅。錄影咗之後呢，我係會之後擺上 YouTube，咁俾各位同學事後重溫嘅。咁但係大家可以放心咧，就係呢個YouTube 嘅影片咧，其他人係睇唔到，公眾係睇唔到嘅，淨係有嗰條 link 嘅人先至可以睇嚟重溫嘅啫。咁所以以上4樣嘢，第一樣就係按住學期、按住出版社嚟到分嘅模擬試題咧，呢個就仿如你學校裏邊個考試嘅形式咁樣。第二樣嘢就係一個大包圍大全餐，筆記再加各種唔同形式嘅模擬試題，即係第一樣講嘅嗰樣嘢，其實喺第二樣筆記加模擬嘅試題嘅產品裏邊都已經係包咗㗎啦。第三樣就係教學影片，第4樣就係上網課。咁希望大家都清楚。